讲道专任的要成就美事，请曾牧师。亲爱兄弟姊妹，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伫阮要领受你的话进前，阮来到你的面前，阮安静祈祷，求你互阮听会了解，互阮看会明白。主求你用你丰盛的主爱，充满伫阮的生命中，互阮无搁再做软弱的囝子。愿你的荣耀尊贵、权能，甲你的教会。你所听的囝子的家庭，甲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同在，互阮灵魂体拢健康。阮伫你的面前来仰望你，因为你是至圣全能的上帝。你要伫阮的生命中成就美妙的大事。阮安尼确保，阮嘛安尼相信。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要用一个故事来甲咱分享。今仔日的圣经，今年的4月有一出电影，这出电影非常的感动人，嘛，互人看了后有足济的心内冲击。伊是咧描写伫19世纪初、19世纪尾、20世纪初，咱若有英语、有读英语的人，咱可能捌听过一本册叫做《牛津词典》，还是讲《牛津字典》。这本册的写作对英语的世界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本册的写作编写其实是编写，伊将所有的英语的字，将近30万字，伊一字一字做真深的解说。这个过程中间有一个真，互人感觉真心酸的故事，因为参与描写这个故事的其中有一个人是一个小的。恁看头前这个，其实这是。演员啦，毋是真正当时的两个人，后壁中迄个是一个教授，这个是一个精神病医生，这个精神病医生有真侪真悲剧的故事，我无时间通伫礼拜中间甲咱讲这个故事，恁会当看这个电影。但是我要对这个电影中间有一句真感动我的话，来甲咱伫上帝的面前来做祈祷。这本册编写了后，这个作者就是牛津大学这个教授，伊坚持要把这个小的人的名放伫伊所编写的第一本词典的内底。但是当时的牛津大学甲英国的国会拢拒绝，因为迄对英国人来讲是一个见笑。为什么这么重要的著作，或一个精神病的人下名伫伊的顶悬？但是若无这两个人的合作，就无今仔日这个牛津字典的故事，因为这个小的人本身是一个美国的医生，伊伫南北战争的时阵有做真战争的战争的这种的故事，所以伫伊个过程中间，伊种精神病发作起笑，后来逃走就走去美伫英国，但是伊的病压起来了后，有一日伊。伫伊的精神无法控制的时，伊感觉真侪迄个南北的军小镇的人要来掠伊，因为伊逃兵所以伫伊即个逃走的时阵，伊出手去杀死用枪，拍死一个足善真爽香的一个查甫人抵到即个查甫人伊的家庭4、5个囡仔甲伊的太太，真陷入一个真困难、真爽香无瓦靠的即个生活中间。甚至这个查某人为着要养饲伊的囡仔，伊无能为力的中间，甚至爱出卖伊家己的肉体来养饲。这个精神病的医生时好时歹但伊醒起来时，伊知影伊其实是杀死唔对人所以伊伫忏悔中间，伊的病嘛常常受到迄个内底的自责所以伊想要忏悔，又阁无法度忏悔。所以后来拜托加国的警察，甲伊的这个退休金会当。提起，互这个送香的负责人，起头这个负责人拒绝，因为讲这死我都无爱摕，因为这是我的丈夫的血的钱，我较会使摕我的丈夫的血的钱。所以后来一摆搁一摆，后来这个查某人感动，后来这个查某人就开始有甲这个起笑的这个医生开始见面，后来开始讲话，
后来彼此伫迄个中间讲心内的迄种的自责，啊，甲伊的孤单无依靠，啊，两个人伫迄个过程顶悬，才成做朋友。啊，甚至囡仔袂当谅解是即个妈妈要安怎帮助囡仔来赦免即个精神病的即个医生。即个医生是一个真有教育的人，啊，伊是帮咱即个牛津词典内底写上侪字眼的定义，因为伊伫感觉内底无一项工课通做，所以就读足侪册，啊，所以伊就回应提供真侪即种的帮忙，互即本牛津词典啊会通伫20几年的编写中间第一本的词典来完成。伫迄个过程，即个医生就甲即个查某人咧讲话，伊发现即个查某人袂晓写字，袂晓读册，所以即个医生就对真简单的即个单字字母开始教即个负责人，所以即个负责人伫伊头一张所写的一张批只有一句话，写互迄个杀死伊丈夫的即个精神病医生，伊写一句话讲 ：“I can because of you。”意思是讲，我今仔日开始会当读册，我开始会当写字，我今仔开始当写批，是因为你教我捌字，你将这个知识的锁匙，这个门拍开，所以对今仔开始，我开始成做一个有能力通读册的查某人，我开始成做一个有法度表达用文字来表达我的思想的人。伫这个影片中间，伊有两张足底的批，第二张批因为时间无够，我无讲。第二张批伊写 I love then what， 意思是讲，当我心中开始有一个疼的事，但是咱的命运呢，伊甲这个精神病医生开始恋爱，毋是迄种肉体的恋爱，是迄种的朋友赦免，伫人生中间就孤单互相做伴。我只有要讲第一句。因为当我伫影片中间听到这句话时，我的心深深互菲律比书今仔日的圣经所帮助。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兄弟姊妹，咱的人生中间有一个上帝，这个上帝互青眉看见，互摆脚爬起来行，互怂恿人得到富足，互罪人得到赦免。兄弟姊妹，咱今仔坐伫这个所在，毋是一个真凊彩的代志，应该是一个真感恩、真严肃、真欢喜的代志。亲像这个负责人，伊开始学会晓文字了后，伊第一张写互伊的老师，这个精神病医生，伊讲 I can， 我有能力，是因为你开我的目睭，你教我知识，你教我智慧。兄弟姊妹，咱将做一个基督徒了后，咱的人生拄是一个改变的开始。所以我用这个电影来甲咱做伙来读这段圣经，因为我望兄弟姊妹，咱会当坐伫这个所在来享受甲上帝亲近，迄种真了不起、真丰富、真受祝福的人生的改变的开始。我兄弟姊妹有一日你会当甲你的孙、甲你的囡仔讲，咱的家庭。We can， 不是周末是讲我们能够，是因为上帝祝福咱的家族。阿们。完这个故事引起咱来读今仔日的圣经。英语甲上帝咧讲，你常常英语用 thou， 不是用 you。为什么？因为 th 就是神呐，theology 是theo 伫列丁文本身，这个 th 是代表神，所以甲一个对象，所有的第二人称的对象，特别是你咧指上帝的事，伊无写 you， 伊写 thou。所以当咱咧甲上帝做伙的时阵，常常会讲 I and thou， 就是讲我甲你。今仔日咱来到上帝的面前，毋是来上课。咱应该亲像顶礼拜我甲恁讲的故事，一个学日送一个阿公啊，伊进入到礼拜堂的时阵，啥物拢无做，家己单独坐伫迄个礼拜堂读日。伊进入迄个礼拜堂，毋是要听圣歌对真水的音乐，毋是要听牧师圣经的分享。伊伫礼拜堂坐的是享受甲上帝亲近，就亲像大卫伫诗篇43篇
这礼拜我伫黄妈妈伫房间的厝所读的诗篇43篇第1节到第5节，兄弟姊妹足短，但是诗篇43篇第3节讲，我进入圣殿，来到这段的头前，来寻求我心中最羡慕、我心中最喜爱、我心中上爱的上帝。愿圣心帮咱所有兄弟姊妹，愿你享受礼拜。也这恁爱做礼拜吗？这是教会牧师对头一日到今仔日，一直邀请咱的属会人为咱的祈祷。因为咱的早期，咱的教会足少人，有时到10点做礼拜，坐无2-3个人，所以属会有当时会紧张，会艰苦心，所以祈祷讲：上帝求你的圣神催逼，迄个也未来到礼拜当的我的兄弟姊妹。大家拢习惯，因为咱先急讲。主啊，我兄弟伫什么所在？我要敬拜你，所以属会人就安尼祈祷。上帝，我一个感动，我就甲中执讲，莫安尼祈祷，伊无爱来插伊啊，莫来。你就爱安尼祈祷讲，上帝，你互今仔日无来做礼拜的人，伊伫心内做代志，伫厝里做代志袂专心，因为伊拢想讲今仔日无去做礼拜。主啊，你互迄个无来做礼拜兄弟姊妹，伊会足后悔，讲今仔日我搁减食一顿的青草。兄弟姊妹，我毋是讲牧师的讲道是互恁食青草，毋是。做礼拜是一种的享受。愿天父上帝亲自对咱讲话，互咱真侪享受礼拜的人。主日学的同学、教会青年，牧师的题目是为恁讲的。愿全能的上帝伫恁的生命中间成就美妙大事，就亲像这个医生，伊教这个负责人。教伊写字，教伊读册，伊的目睭开，伊开始成做一个有能力、会当表达、会当思想、会当沟通的人。愿天父上帝甲恁三甲支持，因为今仔日的旧约的圣经是雅各创世纪49章，创世纪伫要结束啊！伫迄个中间，雅各要死之前，伊甲12个囡仔拢叫来，一日讲伊的预言，兄弟姊妹。信仰的老爸伫圣经中间所讲的，就是老爸的话，就亲像上帝的话。恁会记这迄个以撒祝福伊两个囡仔，恁会记得无？以扫甲雅各，伊一旦讲出来祝福，就无搁再收回啊。虽然雅各用小技巧骗伊的老爸，将大囝的祝福摕掉，甚至做老爸的话嘛无得改变，讲出来无准算。收回，老爸祝福，甲上帝祝福同款。所以雅各伫这个创世纪49章，因为足长，所以牧师只有请书会人甲咱读第1节、第2节、甲25节，因为这是一个祝福的开始，甲祝福的结束。祝福开始，伊开始讲，我的囝，你就要专心听上帝话，然后开始落第25节，伊咧讲起上帝要将天顶的祝福、地上的祝福。甲拥有生命的祝福，3种的祝福放伫恁的家庭的内底。愿天父上帝，互咱伫伊的面前来领受帮助。创世纪49章25节，雅各伊讲：你的老爸雅各，我的上帝的确要帮助恁。在做青年，恁的爸爸的上帝嘛是恁的上帝。圣经讲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甲雅各的上帝。后来历历代代，所有以色列人拢安尼讲：阮列祖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愿你怜悯我。老爸的上帝要帮助恁，伫这个中间讲到一句话，叫做全能的上帝。全能的上帝要将天顶的祝福，将是世间的祝福，深恩所稳重的迄种的祝福，以及亲像老母迄个泥水。伊在讲会当乳养，会当老年来养生养志，无论是精神，无是人，上帝所予咱的祝福，拢甲生命有关系。但是今仔日有一句话，我要问兄弟姊妹：你相信咱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吗？真的吗？你偌肯定？兄弟，今仔日这个礼拜是咱安静伫上帝的面前，甲上帝面对面，
甲牧师无关呢，甲你的太太无关呢，甲你的爸爸妈妈无关呢。今仔这个礼拜是咱安静伫上帝的面前，咱问咱家己讲：我敢相信？我所相信的这个上帝，敢真正是全能的上帝？然后，咱伫上帝面前讲：上帝，我相信你是全能的上帝。但是求你，互我经历着，互我经历着，毋是干那对圣经的故事听到你的能力，是真正伫我的生命、伫我的生活中间，互我经历着主你甲我三甲地地。现在这真重要，互所听到的道理变做你的生活，这是牧师的代祷。愿阿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今仔日成做你的上帝，嘛成做牧师的上帝，成做咱共同的上帝。主将天顶的祝福，将咱伫一生中间生活所需要。兄弟姊妹，你相信这个全能的上帝，要将各种的好事放伫你的人生嘛？这就是今仔日咱的祈祷。全能的上帝为着我成就生命中间美好的事，你相信你的人生要发生好代志吗？你相信在你的一生中间，上帝早就已经为伊美妙的计划吗？你愿意用你的一生来听候？你愿意用你的一生来经历？你愿意用你的生命、用你的灵魂、用你的精神、用你的理智，对这个看不到的上帝讲：上帝，我虽然看不到你，但是我需要你来到我的生命中，主甲咱三甲地地，因为我所相信的上帝，就是写伫圣经中间这个上帝，伊也就是我的阿祖、我的阿公、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所相信的上帝。今仔日，伊真正是我的帮助。这个上帝为着我做真最美妙的代志，我感觉我的一生是一个幸福的人生。所以每一摆徛伫这个讲台，毋是骗恁来买这个卖甜的水果，徛伫这个讲台是邀请恁，咱做伙将咱生命杯捧来到主的面前，讲主啊，互阮真正叫做一个享受你的活命的基督徒。今仔这个礼拜到咱一生最后要见上帝时，愿你我咱拢会甲上帝讲 ：I can because of you。你免讲英语，你也讲全能的上帝。因为你甲我三甲地地，所以我的生命开始真做充满能力甲稳定。兄弟姊妹，你若互这个故事甲这句话感动你，愿你用祈祷的心读今仔日所有的经句、所有的圣经，然后伫上帝的面前讲：上帝，你是全能的上帝。兄弟姊妹，咱做一个基督徒，咱应该安静问讲：伫我过去的年日中间，我安怎看到上帝的作为？我安怎经历到上帝的存在？伫圣经中间咧讲起上帝的权能，到底是咧讲什么？互摆开背起行，互青梅看见，互死人过活，互丧仰的地的富足，用软弱的人，互健康的人见效；用丧仰的人，互富足的见效。兄弟姊妹，咱的上帝是一个真奇妙的上帝。求天父上帝真正开咱的目睭，互咱伫人生中间，毋是因为咱贪心，是因为上帝是一个恩典满满的上帝，所以伊就将各种咱所需要，咱无贪心，咱甲上帝讲交野就好。主啊，我毋免放伫我的银行，主，我每一摆需要的是你，就是我的银行。我毋免伫我的厝内底藏真侪物件用袂着的。主啊，伫我人生中间若需要用得到的时，你自然而然你就摕互我，因为你是我的天父。兄弟姊妹，今仔日的礼拜，咱的周报的祈祷，恁倒去看。今仔日的祈祷，你毋免直接时阵读，只是7句的圣经所组成的，毋是牧师的话，是7节的圣经所组成今仔日的祈祷。兄弟姊妹，你若勤读圣经，你的祈祷就有充满上帝伊的应允甲帮助。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咱来到主的面前，咱甲上帝祷告，主求你为着我
成就美妙的大事，因为你是全能的上帝。咱来到主的面前，请听记载伫以赛亚42章第16节，我写伫咱的祈祷书的内底，因为上帝讲，我要引带愚昧的人，互因行一条因毋捌行过的路。这个愚昧无拄拄是指目睭愚昧，这种的愚昧有时是指伊人生无方向、无目标的人。上帝讲，我要引带愚昧的人，行一条因毋知影的道路，要互黑暗变作光明，要互弯曲变作正直。我所行的代志，我无要去杀因。阿门。愿咱听这句话，咱甲上帝讲。主开我的目睭，互我看见；开我的耳孔，互我听见；开我的心，互我充满你全能的掌管。主对今仔日开始，我的生命是互你来掌管的人生。我要听你的话，我要遵循你的话，我要行伫你的话中间，到我一生的路尾。这就是伫冯娟的厝，甲冯妈妈所阮做伙读的圣经节。诗篇43篇第3节、第4节、第5节。第4节讲，我就来到上帝的这段前，我来找我心中上爱、我心中最爱的上帝。当我仰望伊的时，我的嘴就发出恶乐，我的面就充满了光彩。伊讲我的面有阳光，我的面有光彩。这个字光彩，这个字其实应该翻作帮赞。上帝因为伊的话命充伫我的内底，我若讲到这个全能的上帝，我的心内有充满确信，充满满足，因为伊伫我的生命中间成就大事。我过去是一个各样的人，但是今仔日上帝我真对以色列的国王大卫，这就是大卫的经历，伊经历着全能的上帝甲伊三甲地的事。伊才会当讲，每一次我谈到上帝，每一次我提到耶和华我的上帝的名字，我的眼睛就为之一亮。啊，你知道这就是今仔日圣经的意思。这个帮赞，希伯来语以色列人因咧讲的话叫做耶稣啊，约书啊。帮赞这个字叫做耶稣啊。哦，以色列人话甲咱台湾话同款，所以创世纪上帝所创造的人拢同款，所以话嘛同款。耶稣啊，耶稣啊，耶稣啊，求你怜悯我，成做我的帮赞。这是巧合，但是意思同款。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每一摆咱求叫耶和华的事。阿伯咱的上帝，以色列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嘛成做咱的上帝，伫咱的人生中间成做咱的帮赞。第二，伫今仔日的圣经，我要邀请兄弟姊妹安静伫你的人生，为着你的人生祈祷。因为有一个人叫做所罗门。伊伫伊的人生中间，伊捌发出一个祈祷，讲：我一生都要做什么？这就是传道书第2章第3节。伊讲：我心内安静咧思考，人的一生都要做什么，才会幸福？这个经文的意思是讲，人的一生都要做什么代志，才会当幸福？但是中文这里随你看，我心里查究，我问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兄弟姊妹，你敢为着你的人生，找到你所爱的目标、兴奋、快乐、肯定？少年人一生中间上重要，就这节的经句。你爱问上帝讲：上帝啊，我的一生上重要的代志是什么？兄弟姊妹，愿咱伫主的面前祈祷的时，相信开咱的目睭。就亲像咱拄则所读以赛亚43章讲，上帝讲：我要互愚昧看见，因毋捌行过的路，要互一条弯曲的道路变成正直的道路，黑暗要变成光明。什么是好的代志？幸福的代志。保罗教伊的学生提摩太，写伫提多书，毋是提摩太，提多书第3章第8节，伊讲：我已经做你的老师，将耶稣基督福音拢讲互你听。这个代志我已经实实在在拢讲道讲互恁听了，互恁信的人伫恁的一生中间来专心啊！正经的事业，基督徒一生中间真要紧，就是做正经的人，这些都是美事，对你的人生
有意义。主啊，什么是正经的代志？主啊，我一生讲正经的话，主啊，我一生做正经的事，主啊，我一生行正经的道路，无小当当。虽然有当时幽默无妨，但是人一生就是正直、清气、守节、心清，愿天父上帝帮助。提多书第3章第8节咧讲起美事，这个字希腊语叫做 kalos。kalos 这个字有几种的意思，真水、真精致。咱拄开始无经济能力的时候，咱买衫会当穿得好。但是有一日，咱能力慢慢有够的时候，咱要安怎？要穿水，对不对？后来穿水了后，咱要穿啥？穿有品牌、有品味。所以莫怪讲有品味、有品牌的衫，偏偏迄种布，但是做起来都继续不同款。为什么？精致。愿天父上帝，互咱生命有美丽、有精致、有好良善，佮有无可指责、无瑕疵。愿天父上帝将伊家己，因为上帝讲，我就是完全的上帝，恁就完全。兄弟姊妹，咱虽然草地教会，但是咱追求正经的事，圣经安怎讲，阮就安怎主张。虽然有时阮做袂来，但圣经安怎讲，阮就安怎相信，阮就安怎主张，阮就安怎学习。直到有一日，我慢慢成做一个正经的人，因为上帝的完全充满在我的内底。这就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今仔日的腓立比书，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4章13节 ，Because of you, I can, I can. Because of you， 我会当，是因为上帝踮伫我的内底。主甲咱三个伫地，愿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上帝祷告，主求你为我成就美妙的事。愿上帝圣神感动咱，引带咱，互咱在座兄弟姊妹，咱的一生无怨无悔，直到咱一生要结束的时，咱伫上帝面前祈祷讲：主，我感谢你，因为你互我一生充满甘甜的滋味，佮充满最美妙的事。这是公平的，因为咱的上帝是一个使人没有遗憾的神。咱的上帝伫圣经讲：你以此是我。这个以此是我，这在的经文内底有真侪奥秘伫内底，今仔日牧师无要讲。但是兄弟姊妹，你敢捌试探？毋是试探，试看主稳定的滋味。代表讲，恁来试看稳定的滋味。所有的正信徒，伊讲，你们以此试试看，这是上帝的话。恁多多开嘴，恁多多开嘴，我就要互恁享受天顶的祝福，地上的祝福，亲像老母的灵、圣神的灵、上帝属天的灵灵，互咱会当得到帮助，甲上帝同行。创世纪17章，上帝甲亚伯兰讲，嘛是甲世世代代所有基督徒所讲的话，请听。上帝有甲亚伯兰讲，今仔日上帝嘛甲你讲。咱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他是忌邪的神，是全能的神。恁伫我面前，恁都要做完全的人。兄弟姊妹，加油！兄弟姊妹，尊重咱家己。我是一个基督徒，主求你帮助我。主，愿阮伫主你的面前，阮会当加做一个上帝你所祝福的。伫咱做袂来。保罗讲：我所爱的好，我做袂来；但是我所无爱歹，我常常互伊引诱。主怜悯帮助咱，因为耶稣讲：伫你袂话，但是伫上帝凡事拢会。阿门。咱同心来祈祷。主求你怜悯帮助阮，阮本是粗俗，属伫血气，最情欲。困迫阮，总是阮来到你的面前，阮看见你的荣耀了后，阮对心中就安尼信无讲，互阮亲像阮的天父上帝，
互阮会当尊贵，亲像天顶的上帝。靠着你所加天关开力的，阮要凡事拢会。愿阮的生命通荣光你的性命，到代代无尽。阿门。